邊個冇犯過錯？呢句話如果係由一個普通人把口講出嚟，可能只係一種推卸責任嘅藉口。但係如果呢句話係由謝霆鋒喺直播間帶住滿臉嘅淚水，喉嚨深處好似仲帶住血咁嘔出嚟嘅時候，成個意義就完全唔同晒。嗰一刻，我哋見到嗰張曾經被公認為全亞洲最堅硬、最冷酷嘅面孔，喺千萬觀眾面前徹底崩塌。佢冇避開鏡頭，任由嗰滴積壓咗足足18年嘅馬尿喺全世界嘅注視之下，重重咁砸喺嗰張冰冷嘅漆皮桌面上面。嗰一聲壓抑到極致嘅嘆息，順住無線電波，好似震碎咗維多利亞港深夜嘅寂靜，令到所有睇緊直播嘅人都屏住咗呼吸。呢個絕對唔係咩劇本，而係一場遲到咗18年嘅宿命清算。就喺直播發生嗰10分鐘之前，原本氣氛仲算正常，但係突然間彈幕入面有人好惡意咁提起嗰兩個喺單親家庭大過嘅細路。謝霆鋒原本好似枯井咁平靜嘅眼神，竟然喺一瞬間泛起咗一陣令人心寒嘅狂浪。佢突然間自嘲咁冷笑咗一聲，手指好似神經質咁不斷搓揉住一張已經發黃嘅家庭舊相。嗰張相係佢私藏咗18年嘅禁地，係佢從來唔敢喺人前展示嘅軟肋。睇住鏡頭入面嘅佢，仿佛帶住我哋一齊翻去咗當年嗰個充滿硝煙同冷戰嘅謝家豪宅。我哋好似見到咗當年嗰個年少輕狂，只係識得匿喺遊戲機背後逃避現實嘅謝霆鋒。我哋亦都見到咗嗰個喺產房門口，喺深夜育兒室入面永遠缺席嘅單薄背影。講到當年嗰啲打機嘅日子，講到嗰啲自以為是嘅冷戰，謝霆鋒嘅聲線沙啞到好似被砂紙磨過咁。佢慢慢抬起頭，眼底係一片觸目驚心嘅通紅。佢話佢當年以為自己贏咗面子，贏咗自由，但係直到今時今日佢先至發現，佢親手毀掉嘅係兩個仔本來應該擁有嘅童年。佢話自己係罪人，係一個應該下地獄嘅受害者家屬。呢番說話唔單止係對張柏芝嘅愧疚，更加係對佢自己嗰段荒唐青春最深刻嘅一記耳光。呢個時候，遠喺千里之外嘅北京，王菲正喺屏幕面前靜靜咁凝視住。佢睇住呢個佢愛咗半世嘅男人，為咗另一個女人同兩個仔，喺全世界面前剝皮拆骨，將自己最醜陋、最脆弱嘅一面展示出嚟。王菲手入面嗰杯紅酒喺微微顫抖，嗰一刻佢終於明白到，無論佢俾過謝霆鋒幾多靈魂上面嘅共鳴，都始終填補唔到謝霆鋒內心深處嗰口名為父親嘅枯井。全香港媒體嘅服務器喺呢一瞬間集體癱瘓，因為大家都知道呢聲嘆息之後，嗰個不可一世、型到跌渣嘅謝霆鋒死咗，取而代之嘅係一個喺人生廢墟上面試圖縫補遺憾嘅中年男人。呢場戲我哋等咗18年，呢一地嘅眼淚燙傷咗3個人嘅人生。嗰一刻，空氣好似凝固成咗一面帶血嘅鏡子，鏡子嘅一邊係情緒崩潰嘅謝霆鋒，而另一邊就係兩個身處喺輿論漩渦中心，但係又好似隔咗成個世紀咁遠嘅女人。王菲嗰雙睇透咗半生浮華，一向清冷嘅眼眸，呢一刻竟然生出咗一層細碎嘅荒涼。佢冇喊，但係嗰種比喊更絕望嘅蒼白，正由佢嘅指尖蔓延到佢蒼白嘅唇角。佢原本以為佢同霆鋒之間嘅風飛戀係超脫咗世俗，係靈魂契合嘅終極歸宿。佢以為只要兩個人守住嗰份重逢嘅悸動，就可以抵擋住歲月嘅侵蝕同外界嘅流言蜚語。但係喺呢一秒，睇住屏幕入面嗰個為咗過去而喊到收唔到聲嘅男人，王菲感覺到咗一種從來未有過嘅挫敗感。嗰係一種來自血緣深處，名為父親嘅本能，正喺度生生咁撕裂佢哋苦心經營嘅二人世界。王菲喺心入面自嘲咁呢喃，佢輸啦。佢輸嘅唔係張柏芝，而係謝霆鋒心底嗰抹揮之唔去對仔女嘅虧欠。嗰係一個無論佢幾咁空靈、幾咁灑脫都無法觸碰嘅禁區。而喺城市嘅另一邊，喺香港某個靜嘅豪宅入面，正喺度陪住細仔做功課嘅張柏芝，佢部手機屏幕亦都喺度瘋狂閃爍。佢無意中瞥見咗嗰個男人嘅眼淚，嗰一瞬間，佢手入面嗰支筆斷咗。18年啦，
佢已經習慣咗去做一個披荊斬棘嘅單親媽媽，習慣咗喺深夜入面獨自消化所有嘅流言蜚語同辛酸。佢甚至已經學識咗去恨，學識咗冷漠，學識咗將謝霆鋒呢個名徹底剔除出自己嘅生命。但係當佢見到謝霆鋒嗰聲對唔住嘅時候，張柏芝積咗18年嘅假裝堅強，竟然喺剎那間土崩瓦解。佢諗起咗當年佢喺育兒室入面抱住喊到拆天嘅細路，而謝霆鋒就喺客廳入面對住遊戲機瘋狂西吼嘅背影。佢諗起咗嗰啲為咗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而嗌交嗌到天光嘅冷戰。嗰啲年，佢以為自己係同一個冷血動物博弈，但係佢點都估唔到，原來呢個男人將所有嘅悔恨都縫進咗骨頭罅入面，直到今日先至腐爛出籠。呢個係一個3個人嘅修羅場，入面根本冇贏家。謝霆鋒嘅直播間依然喺度沸騰緊，但係佢已經聽唔見任何聲音。佢嘅腦入面全部都係嗰個被佢親手撕碎咗嘅家。佢好似一個企喺廢墟上面嘅守墓人，睇住曾經深愛過嘅2個女人，一個喺遠方心碎，一個喺近處顫抖。呢種命定嘅糾纏，好似一條鎖鏈咁，勒到佢幾乎窒息。王菲喺呢一刻終於意識到，佢可以擁有謝霆鋒嘅吻，但係佢永遠都唔可以擁有一個完整冇負罪感嘅謝霆鋒。呢種發現比任何形式嘅背叛都令佢心驚膽戰。原來喺男人嘅生命入面，有啲債係唔使還嘅，但係有啲債，就算你傾家蕩產、言盡餘生，都補唔返1/1000。呢一場隔空嘅刑事，係對過去18年荒唐歲月嘅無聲祭奠，更加係對未來3個人關係嘅一次慘烈宣判。隨住嗰滴眼淚砸喺桌面上面，全香港嘅社交媒體瞬間引爆。服務器喺瘋狂嘅運轉入面發燙哀鳴，好似要替呢個糾纏咗18年嘅3個人發出最後嘅西吼。究竟邊個先至係呢段漫長歲月入面真正嘅局外人？係嗰個喺直播間入面喊到肝腸寸斷，試圖用一紙懺悔書換取餘生安寧嘅謝霆鋒，定係嗰個喺遠方冷眼旁觀，發現自己始終行唔入男人血脈深處嘅王菲？抑或係嗰個將自己活成咗一座孤島，喺屎尿屁同埋輔導功課入面磨平咗稜角嘅張柏芝？邊個冇犯過錯？謝霆鋒呢句話好似一把生鏽嘅腳咁，反覆拉扯住嗰啲一早已經結咗痂嘅傷口。媒體嘅長槍短炮瞬間對準咗謝家嘅深宅大院，班記者喺鏡頭面前生死時速咁分析住呢句錯嘅含義。有人話佢係幫當年嘅張柏芝洗白，有人話佢係向現實低頭，但係只有真正識得謝霆鋒嘅人先至知道，佢係喺度清算自己，佢係喺度清算嗰個20出頭，將遊戲機當成避風港，將老婆嘅眼淚當成噪音嘅混蛋。佢係喺度替嗰個淨係顧住裝酷，淨係顧住匿喺墨鏡後面扮演叛逆偶像嘅自己，向2個正喺度長大嘅少年跪低謝罪。呢種遲到咗18年嘅清算，帶住一種近乎變態嘅自虐感。謝霆鋒喺鏡頭面前嗰種近乎自毀嘅坦白，其實係一場盛大嘅逃離。佢想逃離嗰個壓抑咗佢半世嘅負心漢人設，但係佢越係掙扎，嗰條名為愧疚嘅鎖鏈就勒得越緊。而呢個時候，輿論嘅風向標亦都悄悄咁轉向嗰啲曾經辱罵張柏芝、嘲諷佢瘋癲嘅食花生大眾，喺呢一刻突然之間被一種巨大嘅荒涼感擊中。佢哋睇住謝霆鋒嗰張支離破碎嘅面，猛然間意識到呢18年嚟，張柏芝唔係喺度扮嘢，佢係替謝霆鋒活落去。佢係替謝霆鋒喺嗰個殘破嘅家入面盡職盡責，一個人撐起成個天。王菲坐喺暗處，聽住窗外嘅風聲，嗰係香港特有嘅濕冷。佢睇住屏幕上面嗰個熟悉嘅男人，突然間覺得佢變得好陌生。嗰個曾經同佢喺大理散步、空靈到入骨嘅謝霆鋒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一個滿身煙火氣、滿心負罪感嘅老豆。王菲終於明白，自己喺呢場長達18年嘅大戲入面，扮演嘅從來都唔係救贖者，而係一個極之體面嘅局外人。佢可以俾謝霆鋒自由，可以陪佢隱居，
但係佢俾唔到謝霆鋒作為一個男人最渴望嘅嗰份對自己骨血嘅救贖。呢件事唔單止係一場八卦嘅終結，更加係一次關於人性最深處嘅審判。謝霆鋒嗰句邊個冇犯過錯，將所有人口面上面嘅遮羞布都扯咗落嚟。喺名利場入面，大家其實都係戴住面具嘅戲子，唯獨喺呢滴眼淚面前，冇人可以全身而退。真正受害者喺嗰兩個少年嘅沉默入面，喺張柏芝斷咗嘅筆尖入面，亦都喺王菲嗰杯已經凍晒嘅紅酒入面。宿命就好似一張密不透風嘅網咁，清算一旦開始，邊個都唔好諗住走得甩。時光倒流返去18年前，嗰個彌漫住煙草味同冷戰硝煙嘅謝家豪宅，嗰度係當年香港狗仔隊徹夜蹲守嘅禁地，亦都係張柏芝人間地獄嘅開端。嗰一年嘅謝霆鋒靚到驚心動魄，但係亦都冷到切骨傷人。畫面入面，張柏芝抱住啱啱滿月、喊到聲嘶力竭嘅仔，喺客廳入面行嚟行去，眼圈黑到嚇死人。嗰係長期失眠同埋產後抑鬱嘅雙重折磨。而就喺幾米開外嘅梳化上面，嗰個被稱為亞洲天王嘅男人，正喺度弓住背，對眼死死咁望住個大電視屏幕，對手喺遊戲手柄上面瘋狂操作，指關節因為太用力而變到泛白。音響入面傳出嚟嘅係虛擬世界入面震耳欲聾嘅廝殺聲、爆炸聲，一聲聲咁蓋過咗親生骨肉嘅啼哭聲。霆鋒，你可唔可以抱下佢？哪怕就係5分鐘。張柏芝嘅聲沙到幾乎聽唔見，帶住一種卑微到入塵埃嘅哀求。但係嗰個男人甚至連頭都冇回過一下，佢沉浸喺嗰個唔使負責任、唔使面對尿布同埋喊聲嘅電子烏托邦入面。對佢嚟講，當年嘅婚姻更似係一場突如其來嘅意外，而仔女就係打亂佢酷碎人生嘅不速之客。佢用一種近乎殘忍嘅沉默，喺自己同妻兒之間築起咗一道透明嘅牆。佢喺度匿避一個老豆應該盡嘅重擔，佢喺度匿避嗰個令佢感到窒息嘅家字。嗰係謝霆鋒最荒唐嘅青春，亦都係佢親手殺死父愛嘅兇殺現場。佢喺遊戲入面百戰百勝，但係喺現實嘅育兒室入面就丟盔棄甲。每一次佢推開張柏芝遞過嚟嘅奶樽，每一次佢選擇喺書房反鎖門，其實都係喺兩個仔嘅心口上面親手釘下咗一枚名為缺席嘅釘。當時嘅張柏芝睇住嗰個沉迷打機嘅背影，眼神由憤怒到絕望，最後變咗一潭死水。佢終於明白，坐喺身邊嘅呢個男人雖然擁有絕世嘅容顏，但係心智仲未戒奶。佢嘅靈魂仲縮喺嗰個叛逆少年嘅軀殼入面，拒絕長大。呢種冷暴力比出軌更傷人，比嘈交更令人生不如死。佢好似一種慢性毒藥咁，一點一滴咁腐蝕咗嗰個家庭最後嘅溫泉。謝霆鋒以為呢個只係一場漫長嘅通關遊戲，只要佢想，隨時都可以存檔再玩過。但係佢忘記咗，細路嘅成長係冇存檔功能嘅，老婆嘅心碎亦都冇任何修復補丁。嗰一步步閃爍住冷光嘅顯示器，殺死咗佢作為父親嘅直覺，亦都殺死咗嗰個原本可以圓滿嘅未來。而家喺直播間入面痛哭流涕嘅中年謝霆鋒，一定恨透咗嗰個當年只係顧住揸緊手柄嘅少年。佢終於明白，嗰啲年佢逃避咗嘅每一分鐘陪伴，都喺18年後化成咗穿心而過嘅箭。呢個就係因果，你喺青春入面透支嘅自由，終將喺中年嘅時候，用最淒涼嘅孤獨去償還。出嚟行，遲早要還。呢句江湖老話，謝霆鋒用咗足足18年嘅時間，先至喺維多利亞港苦澀嘅海風入面，品嘗到嗰股鑽心嘅血腥味。18年足以令到一個啱啱出世嘅嬰兒長成頂天立地嘅少年，亦都足以令到一個狂傲不羈嘅浪子，喺深夜嘅佛堂或者酒杯入面，被名為愧疚嘅惡鬼咬到體無完膚。直播間入嘅謝霆鋒，眼神唔再係當年嗰種鋒利如刀，而係透住一種好似死灰咁嘅沉重。佢伸出嗰雙曾經攞過無數獎杯，亦都曾經瘋狂敲打遊戲鍵盤嘅手，顫抖住，試圖喺虛空入面捉住啲嘢。嗰係佢整唔見咗嘅時光，係佢親手揮霍咗，
再都買唔返嘅父子溫情。呢18年嘅債，佢以為可以用錢還，所以呢啲年嚟，關於謝霆鋒嘅新聞入面，總係少不咗嗰啲驚人嘅數字：3億港幣嘅鋪位留俾仔，4億港幣嘅教育基金存入信託，甚至連自己嗰個價值不菲嘅飲食帝國，對外宣稱嘅接班人亦都永遠係嗰兩個流住謝家血液嘅少年。佢好似一個試圖通過瘋狂燒紙錢嚟平息內心不安嘅祭司咁，以為只要支票上面嘅零夠多，就可以填平嗰個因為佢當年冷漠而炸出嚟嘅深淵。但係佢錯啦，錯得好離譜，錯得好淒涼。喺名利場入面，錢係最廉價嘅補償。對於謝振軒同埋謝振南呢兩個仔嚟講，嗰啲冷冰冰嘅信託基金，抵唔過當年發燒感冒嘅時候老豆嘅一個膊頭，抵唔過學校家長會上面嗰個永遠空缺嘅位，更加抵唔過喺無數個行雷閃電嘅夜晚，媽咪張柏芝獨自撐起嗰片搖搖欲墜嘅天空。謝霆鋒嘅愧疚喺於佢終於意識到自己俾出嚟嘅補償，其實只係一種高傲嘅逃避。佢俾錢係因為佢唔敢俾時間，佢俾物質係因為佢害怕面對仔女眼入面嗰種好似陌生人咁嘅禮貌同埋疏離。佢喺直播間入面嗰聲嘆息，其實係對呢種金錢贖罪法嘅徹底宣告失敗。我以為我幫佢哋留咗後路，但我忘記咗，佢哋最需要我嘅時候，我連一條生路都冇俾過佢哋。呢句話雖然冇講出口，但係就刻喺佢額頭每一條深刻嘅皺紋入面。呢啲年，謝霆鋒活成咗一個矛盾嘅軀殼。喺王菲面前，佢係嗰個追求極致藝術、追求靈魂自由嘅影視巨星，但係喺夜深人靜嘅時候，當佢翻開狗仔隊偷拍張柏芝同仔女嘅生活照嗰陣，佢其實係一個被放逐嘅囚徒。佢睇住相入面嘅張柏芝拎住大袋細袋嘅超市買餸袋，左右兩邊牽住逐漸高大嘅仔，嗰種畫面入面嘅完整感，好似針咁扎入佢嘅眼波入面。嗰一刻，佢係咪喺度諗，如果當年我放低咗嗰個該死嘅手柄，如果當年我忍住咗嗰場幼稚嘅冷戰，如果當年我學識咗點樣去愛一個並唔完美嘅老婆，可惜人生呢場大戲從來都冇彩排。呢種愧疚好似一種慢性嘅骨髓炎咁，平時唔顯山唔露水，但係喺每一個合家團圓嘅大節日，喺每一次仔女生日嘅節點，就會準時發作，令佢痛不欲生。佢俾張柏芝嘅錢，張柏芝收咗，嗰係佢應得嘅辛苦錢。但係張柏芝眼入面嗰份疏離，佢就永遠都買唔返嚟。最令佢崩潰嘅，或者係某個深夜，大仔喺社交媒體上面嗰句若有若無嘅感嘆，謝霆鋒睇喺眼入面，痛喺心頭，但係佢連點讚嘅資格都冇。佢係一個身家億萬嘅富豪，係一個受人敬仰嘅巨星。但係喺嗰兩個仔嘅人生劇本入面，佢只係一個間唔中會出現喺新聞頭條，但係從來唔會出現喺晚餐台上面嘅陌生貴賓。呢18年嘅債，利搭利，一早已經滾成咗佢償還唔起嘅天文數字。佢喺直播間入面嘅淚崩，係一個男人喺中年時期最慘烈嘅清醒。佢終於明白到自己欠張柏芝嘅係一份被辜負咗嘅青春，而欠仔女嘅係一段冇辦法重啟嘅人生。呢種命定嘅徒勞，先至係最頂級嘅悲劇。謝霆鋒跪喺自己嘅記憶入面，但係嗰個需要佢擁抱嘅小男孩，一早已經喺冷風入面自己學識咗長大。如果話謝霆鋒嘅嘆息係遲到嘅清算，咁張柏芝呢18年嘅守望，就係一場近乎自虐嘅孤勇。喺呢場橫跨20年嘅修羅場入面，啲人習慣咗睇佢嘅笑話，睇佢嘅瘋癲，睇佢嗰啲真假難辨嘅緋聞。但係邊個曾真正剖開過嗰個名為母親嘅皮囊，去睇下入面嗰粒一早已經千瘡百孔，但係依然跳動緊嘅滾燙嘅心？張柏芝呢個曾經全香港最靈動嘅小女子，喺謝霆鋒轉身離開嗰一刻，親手殺死咗心入面嗰個破碎嘅英雄夢。當年嘅佢，何嘗唔係帶住滿腔嘅赤誠嫁入謝家？佢以為揾到咗遮風擋雨嘅港灣，以為嗰個彈吉他型到爆嘅少年可以為佢撐起一片天。但係現實俾咗佢最響亮嘅一記耳光。喺嗰啲冷戰嘅深夜，喺謝霆鋒沉溺打機嘅背影後面，
張柏芝終於明白到喺呢個名利場入面，男人可以永遠長唔大，可以隨時抽身去追求所謂嘅靈魂自由，但係媽咪唔得。媽咪呢兩個字就係一道無期徒刑嘅枷鎖。你以為佢見到謝霆鋒喺直播間喊嘅時候會偷笑咩？唔係，嗰一種比憤怒更加深沉嘅悲涼。睇住嗰個喺鏡頭面前懺悔嘅男人，張柏芝或者只想冷笑。呢18年嚟，當細路發高燒抽筋，佢喺暴雨入面獨自揸車送醫嘅時候，謝霆鋒喺邊度？當細路因為媒體嘅圍堵而驚恐大哭，佢用單薄嘅脊背擋住所有鎂光燈嘅時候，嗰個愧疚嘅男人又喺邊度？佢嘅孤勇係被嗰個男人嘅缺席一聲聲逼出嚟嘅。我哋見到嘅張柏芝總係拎住大大小小嘅買餸袋，左右手各牽一個仔，甚至背脊仲要背住一個。嗰種市井氣，嗰種煙火氣，同當年嗰個清純絕倫嘅柳飄飄簡直判若兩人。嗰係生活嘅磨損，係歲月嘅侵蝕，更加係一個女人為咗護住仔女而生出嚟嘅倒刺。佢將自己活成咗一個笑話，亦都活成咗一個神話。佢唔再愛惜羽毛，為咗賺奶粉錢，佢接爛片，上各種消耗名氣嘅綜藝節目，喺直播間入面聲嘶力竭咁帶貨。嗰啲貴婦笑佢淪落，同行笑佢沒落，但係佢一啲都唔在乎，因為佢知道身後嗰兩個仔就係佢嘅全世界。喺嗰間冇男主人嘅大屋入面，佢既係溫柔嘅母，亦都係剛強嘅父。謝霆鋒喺直播入面提到冷戰，提到受害者，張柏芝喺屏幕呢一端，或者只係輕輕咁撫摸住仔仔嘅頭。只有佢先至知道，嗰啲年為咗維持細路心目中嗰個老豆係英雄嘅幻象，佢講咗幾多大話，吞咗幾多委屈。佢從來冇喺細路面前詆毀過謝霆鋒，佢將所有嘅恨都嚼碎咗吞入肚入面，只係為咗俾仔女一個雖然唔完整，但係依然有光嘅人生。呢個就係張柏芝最偉大嘅風骨。佢用18年嘅青春對抗住謝霆鋒嘅冷漠，對抗住王菲嘅清高，對抗住全香港媒體嘅惡意。佢係一個輸咗愛情、輸咗事業，甚至輸咗明星嘅女人，但係佢就喺人性嘅廢墟上面重建咗一座名為母愛嘅堡壘。謝霆鋒而家嘅眼淚對佢嚟講太輕啦，輕到好似一陣風咁。對於一個喺深淵入面獨自爬行咗18年嘅女人嚟講，遲到嘅心情比草仲要平。佢一早已經唔需要嗰個英雄夢啦。曾經嗰個令佢愛到撕心裂肺嘅男人，而家不過係佢仔女名義上面嘅生父，一個每個月準時匯款嘅符號。呢種徹底嘅看透，先至係對謝霆鋒最大嘅懲罰。當一個女人唔再怨你，唔再恨你，甚至連你嘅懺悔都覺得打擾咗佢幫仔女整晚餐嘅節奏嘅時候，你先至係真正徹底咁失去咗佢。張柏芝嘅孤勇，令到佢喺呢一場人性嘅博弈入面，企喺咗謝霆鋒永遠無法企及嘅高地。名利場入面，有人求名，有人求利，張柏芝求嘅不過係嗰兩個少年可以挺直腰骨，喺冇父愛嘅陰影之下，睇一眼聽日嘅太陽。喺香港深秋嘅寒意入面，最凍嘅唔係維多利亞港嘅風，而係王菲嗰粒原本以為已經靠岸嘅心。當謝霆鋒喺直播間入面嗰聲嘆息破空而出嘅時候，遠喺北京郊外別墅入面嘅王菲正喺度握住一杯一早已經凍晒嘅普洱茶。屋入面冇開燈，只有平板電腦熒幕嗰陣瑩瑩嘅微光，映照住佢嗰張被神化咗半世嘅面。嗰張面曾經面對千萬人嘅歡呼都唔曾動容，面對2次失敗嘅婚姻都唔曾崩潰，但係呢一刻竟然喺謝霆鋒提及仔女2個字嘅時候，出現咗一條深不見底嘅裂痕。王菲終於迎嚟咗佢嘅寒冬，呢場雪係謝霆鋒親手落嘅。外界總係傳王菲係呢個世界上最灑脫嘅女人，佢愛得起，放得下，佢係嗰隻不食人間煙火嘅飛鳥。但係喺呢長達18年嘅宿命糾纏入面，王菲其實一直都喺度進行緊一場博弈。佢搏嘅係謝霆鋒可以徹底切斷過去，搏嘅係呢個男人喺經歷過柴米油鹽嘅瑣碎之後，依然可以同佢玩一場靈魂共振嘅遊戲。佢以為佢贏咗，
畢竟謝霆鋒最後都係返去佢嘅身邊。佢哋喺大理嘅陽光下散步，佢哋喺廚房入面研究風味，佢哋喺嗰場世紀大復合入面活成咗所有人眼入面嘅真愛無敵。但係王菲忘記咗，佢可以帶走謝霆鋒嘅靈魂，但係佢永遠都帶唔走謝霆鋒血液入面嗰份名為父親嘅原始罪惡感。睇住屏幕入面嗰個痛哭流涕，為咗前妻同埋仔女剝開自尊嘅男人，王菲感覺到咗一種從來未有過嘅挫敗感，嗰係來自生命本能嘅排擠。佢意識到，無論佢俾謝霆鋒幾多靈感、幾多安慰、幾多空靈嘅愛，喺嗰兩個流住謝家血液嘅少年面前，佢永遠都只係一個外人。佢輸俾嘅唔係張柏芝，而係嗰滴名為虧欠嘅眼淚。嗰滴眼淚入面，包含住謝霆鋒對錯失時光嘅恐懼，包含住佢對嗰個破碎家庭嘅愧疚之痛。而呢啲，王菲俾唔到，亦都補償唔到。佢睇住謝霆鋒喺鏡頭面前為咗另一個女人嘅犧牲而動容，嗰種感覺就好似精心構築嘅空中花園，被一場名為血緣嘅海嘯瞬間沖垮。王菲比邊個都清楚，一個男人如果開始對過去感到愧疚，嗰段過去就唔再係灰燼，而係隨時會復燃嘅漁火。喺呢場三個人嘅電影入面，王菲一直扮演住嗰個最高級、不爭不搶嘅勝者。但係呢一刻，佢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好似個局外人。睇住謝霆鋒喺嗰場關於罪與罰嘅自我救贖入面越陷越深，佢一直以為佢哋之間係懂得，但係而家佢發現，佢唔識謝霆鋒嗰份遲到咗18年嘅父愛。更加唔識嗰個男人內心深處對正常家庭嘅病態渴望。真正受害嘅細路已經長大啦，佢哋唔再需要嗰聲遲到嘅道歉，而仲活住嘅大人必須帶住滿身嘅愧疚同埋傷痕，喺呢條名為因果嘅單行道上面，繼續步履蹣跚咁行落去。呢個就係人生嘅真相。有啲錯可以改，但係有啲債只可以背住，直到入墳墓嗰一日。謝霆鋒熄咗直播，屏幕黑咗，但係嗰聲嘆息就喺香港嘅夜空盤旋，好似喺度訴說住嗰段情深不壽、強極則辱嘅故事。如果大家對呢場糾纏咗18年嘅豪門恩怨有咩睇法，或者對謝霆鋒呢一滴遲到嘅眼淚有咩感受，歡迎喺評論區留言。你覺得謝霆鋒值得被原諒嗎？張柏芝嘅孤勇又值唔值得？王菲嘅選擇又係咪真係贏咗？記得點讚、分享同埋關注，我哋下一集再見。